上主伫伊的圣殿，全地伫伊的面前，拢着肃静。上帝是神，敬拜伊的人，着用心灵甲精神敬拜。咱三甲来吟圣诗，圣诗194首，圣诗194首，开我目睭，互我看见。咱三甲起立来。咱三甲用新的诫命来信仰告别，你着尽心、尽性、尽意听主你的上帝。这个诫是大个，也是头一个；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，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。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。我用新的诫命予你。就是恁着三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三听。恁若三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请坐。这是咱三甲用上帝话来启用。启用文第20篇，记载诗篇90篇的所在。三甲齐声，主啊，你世世代代是阮的避难所，众山也未受造。你永永远远是上帝，你予土造的人归为土粉。对你来看，1000年亲像过去的昨日。你用大水甲人冲走，
人生亲像一场眠梦，早起时发起来无声。阮因为你会受气消灭，你将阮的罪过摆伫你的面前。阮的日子拢伫你会受气的过去，阮的岁寿不过是70，阮得到的不过是劳苦忧愁。啥人感受会到你受气的威力？求你教示阮会晓算家己的日子。上主啊，你什么时才要改变心意？求你透早就予阮享受你的慈爱。你予阮一生有偌侪艰苦灾难？求你予你的仆人看见你的作为，主阮的上帝啊，求祝福予阮，求你予阮一切的工作顺利，求你予阮所做一尽相通。这时，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阮来到伫你的圣殿中，谦卑伫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全心的懊恼甲敬拜。你是创造天地的主，是永恒的王，你的荣耀充满宇宙，你的慈爱直到永远。阮要学了你的圣名。你是配得一切尊严甲上赞的主，听阮的主，求你即时监察阮、试验阮，你锻炼阮的心思意念，因为阮已经伫过去的暝日，用阮家己的智慧财物来判断阮家己。阮伫礼拜堂的外面，嘛用严苛的标准。来评论阮的兄弟姊妹甲身边的人，当阮点伫你所临在会中，你是信实甲公义的上帝。当阮点伫你的面前的时，阮也看见家己的软弱甲过失。阮的嘴虽然真咬吟诗学老，总是也常常讲出对兄弟姊妹无利益伤害的话。阮的正手做你交代阮的工，总是倒手却嘛伤害人，欺压兄弟姊妹。恩典的主，求你即时用你真理的光来照阮的心。阮要承认阮是犯罪的囝儿。恳求你怜悯阮的愚妄、骄傲，也赦免阮所做一切你所厌恶的事。愿你听见阮认罪的求救，互阮因为勇敢认罪，来得到你赦免的保证甲真实的平安。安尼，阮就要用着诚实甲感恩的心。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，三甲祈祷讲：阮伫天年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，伫地人亲像伫天年。阮的日息今仔日，互阮
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也有赦免过犯阮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的，因为国、权力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今日在新歌队要用愿你下骹所搭应允的土地，带领咱来敬拜上帝。贴咱恭敬来听上帝的话，记载伫新约提摩太后书3章14节到17节，甲提摩太后书4章1节到5节。
提摩太后书第3章14节，总是你着持守所学习、所亲信的道理，因为你知这个是对什么人学习的。你嘛知，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，这个圣经会当互你有智慧，通过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。全部圣经是上帝的神感动写的，对教导、对督责、对纠正、对训练人行正路，拢有利益。互服侍上帝的人装备好势，通做逐项好事。提摩太后书4章第1节到第5节，伫上帝甲特别审判所有活人甲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，搁因为基督要显现来做王，我心中吩咐你，着传道理。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，拢着坚持去传，着用最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、督责、鼓励，因为时机得要到，迄时人听袂落健全的教示，耳孔毋听真理，反倒趁家己的私欲，耳孔上。聘请一个搁一个教师来讲合意听，无影者的传说。总是你凡事着谨慎，忍受苦难，着传道者的工作，做传道者的工作，尽力做上帝册用的本分。愿上帝话。互咱刻条伫心里，伫咱诚做咱生活的准绳。今仔日牧师讲道的题目，互风吹入的生命。请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阮感谢你的听，互阮会当三字经踮伫你的圣殿中间，互阮做伙读你的话，阮也清楚知你的神运行踮伫阮中间，帮助阮认捌你。帮助阮也会当踮伫每一日的生活中间活出你的真理，愿你对阮讲话，听阮的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免。啊，这来平安。踮伫加尔文所咧表达伫咱改革中的圣神工作的时阵呢，伊讲到一项真重要。常常有当时啊，侪人认为讲长老教会真欠缺咧讲圣神，但是踮伫加尔文伊所表达的是，当咱每一摆读上帝话语的时阵，也是上帝的神同一个时间咧工作的时刻。意思就是讲，如果咱要讲圣神的工作，必须建立踮伫认真查考上帝的话。若是不欠缺上帝的话，咱就失去了圣神运行踮伫咱中间的印证。所以嘛，亲像踮伫圣经中间所咧表达的，上帝的神若亲像风一样，吹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，也通过安尼，咱会当成做活的人。所以每一日，当咱会当领受圣经，咱也咧体会上帝的风吹入咱的生命。当咱愈认真咧查考上帝的话语，咱也愈清楚知影圣神如何踮伫咱生命中间咧工作。这就是保罗踮伫伊人生上界落尾的时阵，伊想要劝勉提摩太的事。今仔日咱读提摩太后书，踮伫前一个月，咱有读过提摩太前书，来到伫提摩太后书。会当讲是保罗接近伊人生上落尾的时阵，所要写的一本批信。这个时阵，保罗家己清楚知影，伊健康的情况可能已经甲进前有真大的差别。伊嘛愈来愈感受到生命随时要结束，
但是嘛，踮伫即个面对结束的时阵，伊感觉伊有一寡代志需要交代，互伊的学生提摩太。提摩太继续要承接保罗的工作，所以伊也认真咧听，到底伊的老师要对伊讲啥物。对于提摩太前书，咱就清楚知影，即个时阵的教会受到济外面文化的影响，所以踮伫遮咱嘛看到，因想要听的是啥物？因想要听的是会当满足因家己需要，满足因家己耳孔的道理。所以后面咱就读到啊，因会聘请一个搁一个教师来教导遐个，互因感觉欢喜听的真理。提摩太面对这个挑战，伊也咧想这个问题。我可能无亲像过去的传教者遐尼高会当教导，会当遐尼高讲道，安尼我到底会当做啥物？提摩太面对的是一个整个世界文化的影响。济人拢一直想要听的，就是爱讲因爱听的，但是提摩太要做，可能甲咱所济人想象的无啥共款。因为整个社会一直咧追求的是，会当有搁较济财物、搁较济的权力、搁较济的力量，这是济人所要追求的。对这个少年的传教者来讲，定会踮伫未注意的中间，就随着世界咧行。所以保罗才会提醒提摩太，你爱安怎做？你爱安怎做呢？一开始伊就讲啊，你爱学我的款式。你爱学我的款式，因为你已经知影，当你过去对我咧宣告、咧传福音的过程中间，我做人的目标，我生活的目标，我一切所展现出来的价值观，其实这已经咧表达你会当安怎行。所以效法学习保罗，毋是专然咧挖靠伊安怎行，乃是看到讲。过去一路行过来，安怎缀伫伊的身躯边，安怎看伊咧服侍，安怎看伊咧教导，安怎看伊面对济迫害，面对济攻击，然后开始认真来想，应该要安怎活出基督的使命。基督的活命是面对牺牲，是面对误解。是面对济甲整个世界咧冲突的价值观，所以保罗一直咧甲提摩太提醒，这个世界会一直咧追求遐个流行的物件，这个世界会一直咧追求遐个看起来真灿烂、看起来真水的物件，总是你需要认真勤调踮伫，自细汉开始都一直学习的真理。这个真理就是圣经的道理。读圣经是咱每一个人自细汉到大汉一直受到强调爱学习的，也是提摩太自细汉到大汉一直拢咧学习的。总是当外面的世界咧变化的时阵，读圣经有当时啊，成做一个济人所袂记哩，济人所感觉无啥物效率。济人认为讲足无聊的行动，总是只有读圣经，咱才会当明白圣神的工作；只有读圣经，咱才会当知影，到底真做一个基督徒，咱会当怎样踮伫这个世界中间勇敢来见证。这是保罗所望提摩太所会当做的事。保罗望提摩太会当认真徛在。莫去追求遐个看起来真短暂的水，乃是会当持续踮伫你所踮的位置顶面来发光。前一个年假，我行到一个海岸边，踮伫这个海岸边，其实明明应该是中道，但是我看到讲，这个海边吼，满拢摆一大堆物件，恁知影是啥物无？摆一大堆物件摆伫遐，但是拢无人。行伫这个海岸边，满的
一堆物件菜伫遐，但是人拢毋知影米去倒，因为是中昼。我认真看的，我发现原来是脚架，摆一排的脚架，菜伫遐的身躯边。我完全毋知影迄天到底发生了啥物事，认真查一下才知影讲，哦，原来迄天要放烟火。原来迄天要放烟火，所有的人拢将脚架放伫遐的身躯边。侪人足早，放烟火应该是暗时的代志吧。但是中昼就开始足侪人脚架一支一支全部拢踩伫遐，逐个人拢一直想要抢一个上水的位置来翕因认为上水的相片。咱会当想象迄是中昼，所以拢无人。随着时间愈来愈暗，时间愈来愈晚的时阵，人就愈来愈侪啊。听候到暗时，一切黑暗拢加暗。忽然间，嘣一声，就啥物？开始有烟火点伫天中，开始开有无共款的色彩，有无共款的光。这是第一声。但是遮煞，阁有济济声，陆陆续续，规个天中若亲像真多一幅真水的画面，有济济火，有济济光，有济济声音，也有济济人踮伫边仔，一直咧喊话讲：哇，真水！伫到伫上落尾，咱嘛知影烟火放到上落尾会出现啥物？迄个节奏会愈来愈紧，对无？迄个节奏会愈来愈紧，然后砰砰砰砰砰，一直点伫遐，随时过了，就安静落来啊。当表演来到伫结束的时阵，原本是光，原本有济济色彩，最后重新转来到伫安静甲黑暗中间。边仔的人开始咧讲。遮尔水的时刻，敢会当延续较长的时间无？有人嘛会踮伫遐咧讲，我踮伫遮排队排遮久，嘛敢若会当踮伫这短短15分钟就结束啊啦。但是忽然间有一个人对边仔经过，伊讲：你敢知影？你过当刚来到伫遮的时阵，四周围会留啥物无？过当刚来到伫遮，你会看到讲足侪已经看起来已经臭大去诶，遮个粪扫踮伫身躯边，阁有济济物件都落伫遐。人所要追求短短15分钟的阳光，但是最后所剩落来，可能会是满地的粪扫嘛。保罗咧甲提摩太分享的就是这。其实重要的，毋是要追求讲你要比别人搁较有阳光，你会当做了比别人搁较好。其实爱追求的是，到底踮伫一切结束的时阵，你留落啥物款的脚步，会当互人搁继续向前行。伫今仔日的社会中间，咱定定所要追求的是这15分钟的阳光。望互人会当看到讲，踮伫遮这短短的15分钟内面，我会当做啥物？我会当讲啥物？我会当办真济热烈的活动，我会当用济济真水的物件展现踮伫人的面前。总是到伫上落尾，短短15分钟过了，到底阁剩啥物咧？保罗眼中，伊所望的教会，是一个会当持续，但是这个持续是啥物？这个持续上界重要的，毋是现主时咱所看到教会咱认为的臃肿，伊所望的是，这间教会会当永远徛在认真面对真理，认真读上帝的道理。也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，就是踮伫十字架的受苦甲牺牲中间，去表达出真正的信仰。
所以保罗望提摩太，你爱行的是十字架的道路，毋是追求互你家己会当得到满足的道路。而且会写到讲，你爱持守你所接受，以及你所确信的真理，因为你知影，谁是你的导师。你爱记哩，你自细汉开始就明白圣经，就是迄会当互你智慧，指示你会当照着信耶稣基督得救的迄本册。圣经是保罗望提摩太会当永远定调的。什么人是伊的导师呢？保罗要点伫遮提到讲，当然保罗是伊的导师，但是佫包括伊的老母甲伊的阿嬷，所留落济信仰的典范，通过上帝的话语，也不断互人见证，军队耶稣基督的款式。自细汉开始，提摩太认捌圣经内面遮的字句。但是这个字句对咱每一个人来讲，伊要充满意义，敢若有一个唯一的办法，就是咱需要通过上帝的风，需要通过上帝的神帮助咱认捌到底咱自细汉开始所认捌这个字句，要对咱讲啥物，咱真明确会当了解伊所讲。这个圣经是咧表示什么？当然是旧约圣经嘛。伊所咧表达的是，伊自细汉开始认捌旧约圣经，咱每一个人嘛自细汉开始认捌圣经，但是咱敢详细知影圣经内底到底要表达的是什么无？圣经通过故事，通过律法，通过智慧的文字，通过诗歌，通过历史来教导咱。咱敢有想过这个事？当咱一直咧读圣经的时阵，就照安尼咧读，但是咱敢有点伫每一段圣经中间所记载的故事内面，看到你家己？点伫每一段故事的人物中间，感受到你家己出现点伫什么所在？咱敢有对律法所教导济应该爱行的事中间，会当行什么，袂当行什么？点伫遮个律法中间去看见讲，人真正是软弱有罪的人无？敢有真正认真去面对讲，是当面对遮个律法的时阵，我是软弱甲有罪，毋是敢若讲我无爱一个审判的上帝尔尔。济人常常问这个问题啊，旧约甲新约，一个审判的上帝甲一个怜悯的上帝，敢会当卖看迄个审判的上帝？但是如果咱无真认真面对律法，无法度面对这个审判甲公义的上帝的时阵，人就无法度真心去明白我是有罪的人。当人无法度去明白我是一个有罪的人，敢若要掠迄个怜悯的上帝的时阵，咱就会过头骄傲，认为讲只有我才是对的，这是律法。踮伫历史的中间，咱阁看见啥物未？敢有踮伫历史的中间，不断看见上帝如何带领以色列经过冲突，经过分裂，总是无论踮伫什么款的境遇中间，上帝的疼永远存在。上帝的疼永远在保守咱，也通过这个智慧的文学，通过诗歌，通过箴言，敢有看到生命的节奏，以及每一字一句所要表达，这个智慧要怎样带咱搁向前行？这是保罗甲提摩太所讲的，这是你自细汉开始就明白的圣经。总是有当时啊，咱敢若读遐个字句，却无知影讲到底这背后所要对咱每一个人所表达的是甚么。所以上帝
上帝的话踮伫遮才会讲，圣经遮的话是上帝的神感动所写的，对教导、对督责、对纠正、对训练人行正路，拢有意义啊！就是踮伫每一个故事、每一个律法、每一篇历史的教导，甲智慧的文学，甚至到伫先知，咱清楚知影，上帝的话甲上帝的神同一个时阵咧运行，教导咱、督责咱、纠正咱、训练咱。这是保罗望伊会当所做的事。嘛，通过安尼，伊劝勉提摩太讲，着爱传道理，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，拢着爱坚持去传，着用最大的耐心甲教导来劝勉、督责、勉励。华语的圣经翻译讲爱传福音，无论时机理想甲无理想，拢爱传。定定咱踮伫遮出现一个真大的误解，认为讲传福音干那是要去未信者传福音，干那掠这真做讲安尼，咱不时拢爱去传福音。其实咱若是看台语圣经的翻译，伊就足清楚咧讲啊，伊讲爱啥物？传道理。若是照原文的翻译讲，你爱宣告这个道理。宣告这个道理，才是咱所认知的传福音，毋是咱认为的我是领受恩典的人，所以我要去传互你。若是安尼想，咱就已经受到这个世界影响，认为讲我比别人更较好，所以我干那要将福音传互人，认为我是掠着福音的人。踮伫遮。圣经所讲的是，你爱宣告这个道理，宣告这个道理，也通过你的生命不断的见证，然后用最大的耐心甲教导去劝勉、督责、勉励，这拢是福音。是咱每一个人通过上帝的话，通过上帝的神，不断受到真理的教导。互咱明白，我真正是一个软弱有罪的人，所以我才会当踮伫一生的中间，勇敢去见证这个道理。这才是真正的传福音，毋是干那咱所要讲的啊！我去分一个传单，也是一个未信者招伊来到伫教会。踮伫遮，保罗伊所讲，你爱去传道理无论时机适合无适合，拢爱坚持去传。传的是啥物？传的是你的性命，传的是你自细汉开始读圣经、认捌圣经，然后受到圣经所塑造、所表达出来的性命，这才是福音。所以，规个宣讲准备的过程，是保罗望提摩太会当做，你爱做这个完整的练习。做这个完整的练习，踮伫一日搁一日的中间，面对圣经，认真去读，认真接受上帝的神来塑造咱，来责备咱，来装备咱。这是人所看袂到的，所以保罗在后壁才会讲，这个事一点仔拢未受到欢迎。你所讲遮的道理，嘛无人想要听。所以踮伫这个教会中间，侪人会聘请一个搁一个教师，因为因所要爱的只不过是因欢喜听的道理那尔。但是伊甲提摩太讲，你爱做的毋是安尼，你爱尽忠去宣讲规本圣经所表达的。可能是人所看袂到，可能毋是咧追求遐个15分钟宴会的阳光。但是却是持续、认真、不断向前咧行的一个行动。所以一个老人继续咧讲，宴会过了，踮伫遐咧讲，伊踮伫遐咧捡粪扫，踮伫遐咧扫涂骹。伊讲伊已经做这项事真长的时间啊。逐摆有人来遮办宴会，逐摆伊就踮伫遮。咧扫涂骹，
就踮伫遮咧唱。边仔的人看到，边仔的人看到，忽然间提出一支蜡烛，踮伫遐咧点倒。这支蜡烛，伊所咧讲的是，这个老人的款式。当济人追求的是遐尼热烈、遐尼欢喜，短15分钟，但是到伫上落尾，会有一个人永远踮伫遐，一步一步咧清扫，咧捡遐个粪扫。所以边仔的人讲，这才是迄支真正有意义的蜡烛。保罗甲提摩太讲：你爱学习我所留互你这一切的脚迹，你爱学我所教示的，伫我所做的、我所教导的、我所相信的。伊望提摩太勇敢去行，就算讲袂受欢迎，就算讲济人会误解，总是当你愿意一步一步去行的时阵，上帝的神通过上帝的话，同时阵咧做工，通过每一摆咱同齐敬拜、同齐团契、服侍的时阵，咱拢一直咧宣讲这个真实的道理。每一个人拢正做一个互风吹日的使命，因为互风咧吹，所以每一个时刻，咱拢毋知影后一步会是啥物，咱就随着这个风继续向前咧跑走，总是通过每一个呼吸、每一句咱所讲的话，表达出真正的内心甲疼心，也通过实际的行动，若亲像踮伫黑暗中间的蜡烛共款，伊永远踮伫遐发光。总是咱毋通袂记，迄个蜡烛有效的时阵是啥物时阵？迄支蜡烛有效的时阵，就是黑暗的时刻。只有踮伫黑暗的时刻，咱才会感受光是偌尔重要。只有踮伫每一个欠缺的时刻，咱才会当体会到做基督的见证是遵照伊的模范，通过伊的道理，通过伊的神，咱每一日活出伊的真理，就爱宣告这个道理。无论时机如何，咱拢爱勇敢向前行，见证光，见证基督。请咱来看我所写的这段话：互风吹入的使命。我会开吹入暗静的身躯，互人对光明中醒过来，唱啊，跳啊，发出微躁的光辉。自细汉熟悉的字句，伫听灵会开，互文字条条，心里明亮，启示开展，塑造中心的典范。每一个时刻，每一个现在，听候风会来到，吹入孤单的灵魂，用内心去劝勉，用疼心去鼓励，用智慧去教导。互风吹入的使命，活的无过是呼吸，讲的无过是言语，所见证是唯一的故事，互人条条的风，互人起悟的光。请咱同齐用这首圣诗来正做咱的回应，挂进救主，无惊见笑。
久久无惊加减少，好大感情道理，好大感情道理，不用压缩本地的目标。我喜叹伊个是，我喜叹伊个是，我喜叹伊个是，我亏本子真白的是因果，对当命中情切，手跳发出光辉，细汉就是经不言之句。少年开始跳动，开始心底明亮，塑造中心灯火，时刻风吹高大你幸福，耐心听心宽变，充满的回高动，生命我的不知何去，见证为去告诉，何能跳动的风，孤单是我的歌。咱同心来祈祷，主愿来到伫你的面前，愿读你的话，愿也需要你的神运行踮伫阮中间，愿你的风逐日吹日阮的性命，或者的阮所读的字句会当定心搁跳动，帮助阮会当醒悟，帮助阮会当认真来活出你的真理。愿你塑造阮，也互阮成做忠心的奴仆，踮伫每一个时刻发出你的光，踮伫黑暗的时刻带来光芒，踮伫混乱的时刻看见你的话成做阮的照伴。愿你帮助阮，愿你祝福阮，伫你面前献上祈祷，靠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。
咱同齐起立来吟奉献的诗。请坐。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的报告吼。好，咱即礼拜拜三圣经学堂的进度进入到马太11章20节到30节，欢迎咱来当点伫线顶做伙来读上帝的话语。好，今仔日咱也特别点伫咱的奉献地下中间，咱特别来关心花莲光复者一切中建遮的受灾的部分吼。所以咱也通过遮个奉献，咱做伙来支持遮受灾了中建的事工。好，过来，即礼拜拜六是迄个国定假日，所以办公室会休困一天吼。好，后主日咱要举行野外礼拜吼，所以咱会记哩咱集合的时间吼，咱是早起7点半，会记哩有报名的兄弟姊妹，咱早起7点半点伫教会中间遮来集合点名，然后咱就共款应该是爱行到伫迄个胜利国小遐嘿，所以请咱会记哩，咱尽量7点半进前会当集合点伫咱的礼拜堂中间吼，咱点伫维武营的音乐会是下晡2点半，因为迄是开放的场所，所以你若是有你想要邀请点伫高雄的朋友要做伙来参加，其实下晡2点半的时间，拢会当直接到伫迄个卫武营的树状广场吼。树状广场，你问我倒一边，我其实我嘛毋知。去到现场看到足侪人，就是遐，就是迄个树状广场的下面遐吼。所以迄是下晡2点半的时间。咱的教会圣歌队会甲太平间的圣歌队，以及咱青少年主席学拢有参与点伫这中间。咱下晡的音乐会。北克历代第150周年音乐会是下晡2点半的时间，所以若是要邀请咱的朋友，其实下晡2点半会当做伙到伫卫武营遐吼。早起是咱已经有报名的兄弟姊妹，请咱会记哩7点半以前会当点伫遮集合吼。好所以因为咱野外礼拜的缘故，所以咱后主日敢若一堂礼拜，咱敢若9点一堂的礼拜。主日学嘛邀请敢若参加9点的一边礼拜吼，因为主日学嘛其他拢有参与野外礼拜吼。好，过来，社青的小组有办活动，点伫后主日的下晡，所以若是无出门的有想要参加的，拢会当来参加吼。好，咱会点伫12月初7第一堂的礼拜中间举行洗礼献信礼，所以若有意愿想要接受洗礼兄弟姊妹，也欢迎会当赶紧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报名，照这个时间来参与吼。好咱也搁一摆恭喜吼，昨建明甲明雅踮伫教会遮举行结婚礼拜吼，所以介绍一下新人介绍，咱甲伊搁一摆恭喜，请咱踮伫祈祷中间常常纪念，为着因所建立这个新的家庭来祈祷吼。好，我做以上这个报告。好，安尼即点咱三甲来看本周的金句我先来读一摆，然后咱再做伙来读2摆。你嘛知，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这个圣经话，通互你有智慧，通通过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，咱做伙来读2摆。你嘛知，你对细汉
就明白圣经，这个圣经话通互你有智慧，通通过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，搁一摆，你嘛知，你对细汉就明白圣经，这个圣经话通互你有智慧，通通过信基督耶稣得到拯救。提摩太后书3章15节。咱即粒来念祝福车恳的诗，圣诗402首，恳求主，你引带我脚步。恳求主，你引带我脚步，让我不畏刚行在路。恳求主，你带我行，你我心中最让我着只遵守你诫命，互我的五感中最坚定，对水银纸是要给人，这是我人生的声望。做伙领受上帝的祝福，愿咱得到主耶稣基督恩典、天父上帝的疼痛，以及圣神的相通甲感动，甲咱正大家三弟弟对大直到永世代无煞。阿门。